再来看前总统蔡英文伫结束伫捷克的访问，继续去法国访问。好声讲伊会甲法国的参议院副议长吕彻来见面。吕彻过去捌世界带访问团来台湾，真少挺台湾。有外国媒体嘛指出讲，蔡英文访问欧洲线了后，按说未来几礼拜来会搁去美国访问。也毋过蔡英文的办公室是表示讲，因无法度来表示意见。伫社群媒体抛出甲罗浮宫的合影，前总统蔡英文结束捷克的行程了后，去法国参加访问，继续深化友好关系。按算会甲去年访问台湾的台湾参议院副议长甲友台小组主席理查见面。La sécurité de Taïwan est une préoccupation importante pour nous et que nous encourageons nos autorités à être vigilantes sur la sécurité dans le détroit, comme le voyage de le passage de notre frégate récemment l'a encore démontré. 理查捌4摆来台湾，也真侪摆发表支持台湾的言论。这摆蔡前总统去访问，是毋是互台法友谊更较密切，备受关注。尤其中共才拄结束对台14联合利剑2024比军演。法国外交部佫表示，希望台湾海峡保持和平甲稳定，因为这对全球安全甲繁荣是无法度欠缺。也强调法国反对所有对现况的单方面改变，无论是透过武力或者是威胁，避免台湾海峡局势升温是真重要。台海不管是国际的船运，或是科技，或者等等，那么对于整个全球的经济跟秩序稳定影响是很大，所以基本上过去几年。这些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这个对外这种侵略性的政策，坦白讲，这个批判的声音跟顾虑都是蛮高的。学者陆见蔡前总统访问行程提悬台湾的国际能见度。美国媒体是报道，蔡前总统结束欧洲的行程了后，按算在未来几礼拜来访问美国。蔡英文办公室是表示。相关无经过正式的引用甲报道，无法度评论。另外，美国大选继续升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15被问到，若中国侵略台湾，美国是毋是出兵捍卫台湾？Well, the reason they're doing it now is they're not going to do it afterwards. Okay, so it's so they're doing it now. They want to do it China. Now, look, I had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川普讲话保持甲进前共款，对是毋是派兵捍卫台湾采取无核策略。面对中国最近伫台湾周围展开军演，川普并无回答当中讲到这代志，反倒来讲，若伊当选，中国就会进一步侵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